咱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金华城案的争议哦，虽然是无报车回，也毋过北检上紧今仔就会来提出控告。今仔早起，郭文地伫接受访问的时是批评讲，检方个研究资料编故事，个指控民进党的政府是新党国体制。伊搁再强调讲哦，伊迄当时毋知影讲量积率是840%，也毋过前党委会委员詹公忠是表示讲。 这案的利益是真侪，佮经过6党的审议，郭文地讲伊唔知影，这根本是杀责任。你们大概现在这种动用全部国家力量，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。我也不希望啊，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。什么叫有罪？你知道？民进党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。 初二得到无报请回，传出北京上紧青衫提控告，郭文地批评民进党政府动员全部力量来查家己，检方透明读资料要编故事。洪政辉是金华城案关键人物，北市府党委会执行秘书肖秀培奉下令请回，限制出境出海甲居住。郭文地替肖秀培讲话，强调一份公文遐尔侪人签字，袂当将责任完全撒予一个人，也毋过也个表示家己迄当时并不知情。现在我当然知道了，在当时他进那个都委会以后，不然你找所有记录，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。一再强调金华城案当年转上都委会了后，家己完全无问过，一直到今年3、4月媒体报道，才头一摆知影用积率840%。郭文地的唔知情的讲法，互人讨论。前北市都委会委员王介基表示。 当年虽然只参与过1摆会议，也毋过与会的时，都认为研议的方式以道警名目的合法性无妥当。迄当时也无啥知影后壁有啥物力量来运作。有疑虑的是，第一个他写的叫做补救方案，那明明是政府是胜诉的，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补救？第二个研议的部分，我们很少为了私部门的案子在帮他做研议。 八心查过金华城案几下摆表态反对的前都委会委员张公忠，伫面切表示，这个案涉及真大的利益，而且经过6年审议，无应该以唔知影来大过未输下责。那了明代也对郭文地批评。柯文哲现在装作无知。 但是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相关的公文、相关的证据都显示，柯文哲明明是了解这个案子的争议性以及它的司法性。最后你盖章出去的公展适用度，这个20%的都跟奖励等等，都是你盖章出去，怎么会忘记了？所以我觉得要有诚信呐，现在不可以耍皮耍赖到底哦。面对北检会提控告，郭文地有关强调家己清白，到时阵若8年发挥精彩，其一定上恐惊会个引起公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